太亮，反而显得虚妄。谁的理想被拍成影像？灯光闪烁下的模样，不再是方向。话语被剪成片段，真心被定义成标签。谁在监看？谁在表演？谁又敢拒绝封烟？灰色的真相，人在流浪。谁的梦被换了包装？反讽的希望变成主张，我们还心里想。掌声太长，让人慌张。信念在节奏中游荡，明知道荒唐，还假装坚强。若诚实是一种错，那谎言是谁的锁？时间